哦，泰康有机农场，好棒好棒哦！哦，开发土地，然后分租给人家来种田种菜。哦，还有假日市集，还有咖啡厅，还有山药达人哈、赖文斌先生、文武斌呢，从台北来的，还能够管理这个农田开发农田，用耕耘机来耕田。然后呢，我5坪分租出去能够承租5坪土地来种菜，嘿嘿，好棒好棒哦！啊，做导游就是要讲话啊，导游呢，我是导游啊，我要介绍这个泰康有机农业区，来这边种田还不错呢你看正前方那个农地的，每个月才200块清洁费的，假日还可以在这个假日市集来卖菜里面还有咖啡厅啊，楼上还有有机的食物，午餐也可以在那边买有机的食物，很方便。